今仔日咱来介绍国中2年公民地理课，理解政府体制采取权力分立的理由。这只狗是咱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的狗。这部长呢，最近常常会伫咧记者会宣布足侪政府的防治规定。这防治疫情譬如讲，当为几啊个月进前，这捷运、公车还有电车拢爱挂喙安，这是2月的时阵立法院通过一个特别条例，授权各级政府会使做这款的规定，为着照顾咱的健康，若违反这个法律的规定的时阵会互卫生局处罚。若假使有人互处罚感觉互冤枉，伊会使去法院告 power。伊这有 power 就是伊会使强制咱，会使叫咱爱做这款代志，也是无做这款代志，就算讲咱生活内面无关，但是这是咱人民授权互伊的，咱是为着爱照顾咱人民的权利 right， 再来互伊这个 power 会使处理公共事务。这咱人民的权利 right， 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正平，正平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正确，所以就知影这是正当的利益。咱举一个例就知影，警察开红单，大家无欢喜，但是这是为着咱人民的生命、财产安全，所以照法律来开红单，这伊就代表政府来行使这公权力，开红单。咱人民这正当利益，佫会使分2种，一个是消极的，就是毋免受到伤害。这意思就是你啥物拢毋免做就有啊。譬如讲，政府袂使看到恁兜可能有买这贼仔，就怀疑，就讲即摆爱亲门踏户，会使安尼。你嘛毋免主张，毋免登记，你就有啊。一个是积极的权利，这是主张利益，你家己主动争取。比如讲，你若看到这里民活动中心收久收偌就算讲政府每一档拢有修理，抑过你感觉爱拆掉，搁起一间较好的，你会使透过请愿，政府讲拆掉，搁起一个新的活动中心，抑过政府可能会做，嘛有可能无做，所以咱会知影政府的权利有足侪嘛，有可能会侵犯到你消极的权利，你嘛有可能无稳准你的主张，所以伊遐尼大的权利，若是讲拢互一个人会安怎呢？若是讲规定决定这规定的人，甲执行这规定的人拢是同一个人，有啥物优点甲缺点呢？譬如讲警察开红单，这法律是法律规定的，这是立法院规定的，毋是伊家己决定。若是警察会使家己决定，这交通法律爱安怎定？优点是咱的立法院委员可能冤假相拍的机会较少，毋过这警察的权力会伤大，伊可能为着家己的利便，就要较早下班，人红灯过车路嘛无要紧，你就会侵犯到咱的权利 right。若法官虽然足巧的，毋过伊若是会使家己决定啥物行为是有罪的，这判决会使较紧，毋免等几啊档。毋做这缺点就是法官伊嘛是人，若是有人甲伊收买，提钱互伊贪污，有钱判生，无钱判死。
安尼就害啊，就侵犯到咱的权利。另外一个就是咱学习甲班长就会使决定咱的班级规约，会使省咱班会时间，也毋过这无尊重咱同学的意见，也个选择班级的规约是大家爱共同来遵守的，毋是班长一个人讲准就准数。这安尼吼，就无尊重咱大家，这就侵犯到咱的权利。就亲像班长变做古早时的皇帝，咱就变做百姓，百姓拢爱听皇帝的。这虽然讲皇帝吼，安尼讲一啥物大家都听伊的，社会较起来会较安定的，稳定。也毋过这是表面，这缺点就是无民主。咱即摆当今民主时代是人民做主，毋是皇帝老做主。若按照安尼讲，咱就亲像皇帝的奴才。无自由啦，所以咱会使知影讲，为着要避免政府滥权，互标布这互伊的权利，就要用权力分裂的方式来甲伊要求，袂使讲权利拢互一个人。通常民主国家是分做三权：行政权、立法权、司法权。咱国家加人权就是考试权甲监察权。伊要安怎运作的，这就咱以后再来讨论。今日就上到这，感谢落力。